各位馬迷師兄師姐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賽馬頻道。撳咗訂閱未啊？未撳就真係要快啲撳啦，撳埋個鐘仔，咁就第一時間收到我哋最貼地嘅賽事大解剖啦。今次我哋直擊2026年5月6日星期三，沙田夜馬全泥宴第2場5班1200米呢場泥地大混戰。廢話少講，即刻入正題。先嚟地獄判官環節，睇下邊幾隻大戶見到都縮手。6號辣得金擺明減分格，睇翻佢近績，之前跑草地都冇表現，泥地都係冇起色。呢類馬好明顯就係處於減分期，幕後根本未有急切搏殺意欲，狀態未起，直接畫大交叉。11號天火同德毫無走勢。呢隻馬嘅致命傷就係一直都冇表現。喺5班賽，雖然大家質素都唔好，但起碼都要有段近績睇下。佢跑咗咁耐都未證明過自己，無謂用自己啲血汗錢去陪佢試馬，堅決放棄。12號東方福寶5班泥地步速往往偏快，無前速無後勁嘅馬根本冇得玩，飛清走晒啲伏馬。即刻睇下邊幾隻馬係今場嘅完美 package。1號魅力星賽神仙5班黃牌穩膽，係9，準備。好啦，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城中勇士外邊啊零舍快嘅，中間粉紅衫有快馬加鞭花香月明啊，內欄紅衫嘅隻呢仲有爆熱嚟㗎，響中檔位置有魅力星啊，出邊藍衫大約第7位到啦，仲有超風速啊，後邊嘅馬南區王。外邊紅眼罩內欄尾5淺藍衫呢就係謙謙君子啊，後邊4匹馬多彩多姿飛雲啦，尾2巴閉佬暫時電牛鼓浪高升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過晒呢個88啦，前面放嘅話就城中勇士嚟嘅，內欄位置啦就係呢隻爆熱啊，第3位有花香月明，內欄第4魅力星啊，第5位藍衫外邊係超風速啦，內欄紅眼罩淺藍衫謙謙君子啊，馬林中間粉紅衫橙帽快馬加鞭，後邊嗰5匹馬南區王啦，尾4呢就多彩多姿掟大外檔嘅飛雲同埋巴閉佬啊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城中勇士有少少嘅優勢啊，呢個時候爆熱就開始追上嚟啦，緊隨其後嘅嘛，入邊攝上嚟有謙謙君子，中檔位置仲有魅力星啊，出邊係超風速大外檔嘅飛雲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爆熱鬥緊城中勇士嘅時候，魅力星響中檔亦都追緊，出邊位置第4位謙謙君子接近終點，魅力星贏啊！呢隻4歲年輕馬踏入第2季，終於喺5班泥地1200米。啱出路，季內喺同場同程已經交出2冠1季嘅超靚成績。馬主鄧小姐親自賽後透露，話佢狀態一直保持得好好，證明泥地性能確實遠勝草地。由馬主親自開腔，加上佢今次係季內第4度步跑呢個首本路程，擺明喺5班擁有絕對優勢，仲有大把進步空間。穩膽必捧，4號自有心得首次降5班，後勁凌厲，隨時突擊。大熱係6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前面快閘嘅馬林啊，中間位置大番書埋邊八進福星，第3位紅衫紅帽浪來了啊！第4位就係金玉良言啊，外邊走上去綠色衫就天天灑落啊，內欄大約第6位嘅嘛，仲有勇者無敵，中間光年情長啊，外邊紫色衫呢，咁啊仲有呢隻言之有理啊，後邊嘅4匹馬自有心得良區好友啊，後邊2匹啦分別係疾風才子同埋飛躍星伴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開始轉彎啊，前面大番書就放啊，天天灑落咬到第2啊，後邊嘅嘛八進福星第3狼來了第4，第5呢外邊啊金玉良言啊，埋邊淺藍衫紅帽嗰匹呢仲係勇者無敵啊。後堆嘅馬匹啦，馬林中間白衫白帽大面箍光年情長啦，內欄良區好友啦。後啲嘅馬匹有呢隻言之有理，自有心得飛躍星伴大外檔疾風才子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大番薯少少優勢咋，天天灑落呢個時候拍上嚟追佢，後多層啊嘛，仲有八進福星，中間勇者無敵光年情長入邊良區好友，最後100零米天天灑落佔先啊，八進福星第一隻上嚟過佢，外邊位置仲有勇者無敵啊，出邊光年情長接近終點八進福星贏啊！一定要口實呢隻4號自有心得。
大家千祈唔好俾佢上仗跑第8名嘅賽績呃到。其實佢表現比表面睇出色好多。上仗佢排外檔焗住留後，但末段竟然做出全場最快嘅400米段速，最後只係輸3.25個馬位，後勁極之凌厲。今次佢最大嘅優勢係首次降落第5班作戰，對手實力大幅減弱。只要今場賽事步速配合得夠快，等前面散晒，配合佢嘅後勁，表現絕對有望大躍進，可以作配腳。10號爆熱，艾少禮點名睇好，贏開有信心。第3隻要強烈留意嘅係10號爆熱，佢之前雖然經歷咗一段長嘅勝利荒，但上次贏得極之輕鬆。騎師艾少禮受訪時都講明，呢類馬一旦贏返，信心就會返嚟，往往可以連續交出好水準。今仗佢重返贏馬路程，加分後雖然面對挑戰，但只負126磅，絕對唔算重。泥地賽極合腳法，人強馬勇，絕對可望取得連捷。3重彩必拖。跑馬無絕對，幫大家拆解晒啲盲點同幕後猛料，但臨場變數都好重要，大家記得睇定賠率走勢，同埋留意沙圈嘅行圈狀態先好破除啊！靈活走位，長賭長有。覺得今次呢個實實在在嘅分析幫到手嘅，記住即刻俾個 like， 分享俾身邊嘅馬迷朋友。你哋今場有睇好邊隻？留言大家交流下啦，我哋下次見。